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61章。只愿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抹我，以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。医治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，受关的出监牢。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。伫錫安悲哀的人，以私因花冠代替喜富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。因受称作公义的上树，是上主栽种的，要显明伊家己的荣光。因为重建久久拍远的地，修建早前毁坏的所在，重再起造世世代代荒废的城市。外族人为来饲恁的羊群，外国人为替恁耕作田园，照顾恁的葡萄园。恁要称作上主的祭司，侍奉咱的上帝。恁会得到列国的财物，享受因的财富来夸口。恁有受到双倍的凌辱，人想讲凌辱是恁应得的份额。总是恁会伫家己的土地得到双倍的产业，恁的欢喜会永远存续。我上主喜爱公平，厌恶抢夺甲犯罪。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，要甲因立永远的约。因的后代伫列国中话真出名，因的子孙伫万民中有好名声。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，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我会因为上主大大欢喜，因为我的上帝快乐。上主用拯救做衫甲我穿，用胜利做外袍甲我满，亲像新郎戴花冠，新娘挂珠宝，拄亲像土地互种子布芽，田园互所野的生长。至悬的上主为互胜利甲赞美，伫万国的面前开花结籽。